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今天来到了嘉义县的溪口乡。清康熙年间，祖先由福建、广东两省迁移来台，定居于此。如今土地上居住的人们以饶平客家人为多数，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。那我们溪口乡，它是位于三叠溪和华兴溪两条河流它汇合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在民生问题上跟那个农作物上面的取源比较容易，所以我们那个祖先就在这边定居下来。饶平客语随着时代更迭，在本地已经失传，很多年轻人并不知道自己是客家人。但从部分的生活习俗，我们仍可找出一些客家文化的蛛丝马迹。我们溪口乡的人口早期大部分都是从广东、福建来的，现在呢也占了55%是客家人。这里面广东省饶平县来的占的比较多。那他为什么会渐渐的忘记自己的身份？是因为我们当初来的时候，不单全部都是我们的客家人，还有一部分是闽南人，大家就是融合了，互相的影响，慢慢的我们的客家人就变成隐性的客家人。但是有老一辈的老人家，他还是知道自己是客家人，因为他们的生活习惯还是没有离开他们一些传统的那个客家的精神。三山国王庙、客家伙房跟传统的客家祠堂，以及溪口老街上贩卖的水板、芋头板，这些都是隐藏在这里的饶平客家文化线索。像现在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宗祠，那个有一句话说：“神在庙，主在堂，人在屋，畜在栏。”他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尊敬的神明是供奉在庙里面，那我们的祖先，我们也同样是尊敬他，所以在我们的宗祠里面来侍奉祖先的牌位，它里面有一个拱剖牌，那里面就会记载着我们祖先的名字，还有他的嗣辈。都会一一的记载载列在里面。那它的顺序呢，就会有单号跟双号。只要是单号的嗣辈，都是写在我们的左边；双号的嗣辈是在右边，依序的排列下来了，就可以看得出来客家人的信仰对祖先的一个饮水思源、这个不忘本的精神的象征。饶平客家人在整体客家族群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少，这使得其文化显得更加的珍贵。吕老师致力于推广溪口，就是希望饶平客家的文化能被更多人看见。